陆军官校执行展示太阳能发电战术的架甲锂电池的行动电源，也毋过外界是指讲这物件无啥实用，浪费资源，退休的将军说话明，甚至表示讲阿兵哥若需要倒的，也是拍伫涂骹才通充电，这根本就是找死。国防部是表示讲，这只是学生上课做的物件，毋是正式军用品的开发。 国防部得到政府的力量政策，也伫咧撒国防力量。陆军官校机械工程系学生就展示太阳能发电的战术架加单兵锂电池行动电源，也毋过引起人批评讲无够实用。国防部澄清讲，这是学生的作品。李伟也讲，这毋是正式的军用品研发。学生的创意，未来老师继续指导，逐步修改，一定会做得更好。 本席也希望外界给国军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因为锂电池有容易烧、容易爆炸的风险，若是破去强硬规个烧起来。有军事专家就讲，太阳能的战术架，一边是太阳能板，另外一边若装电池，官兵穿在身躯顶了就正重啊，还佫会当排偌济物件咧。前陆军的体育将领谢华明认为，用太阳能战术架在岛边或者是放伫咧涂骹，才会当发电。 实用性无悬，也佫会影响官兵伫咧作战的时阵倒拍兵势。上严重的是，容易互热气象仪看到，变做正明显的目标。第一个，你增加了士兵的负荷；第二个，发电的效果非常微弱；第三个，它的用途是什么？第二个，你这个反光板你自己暴露你自己的位置，你很容易被敌军击中啊。他收到的那一点点微弱的电流。 这个战争一点帮忙都没有啊！它完全没有办法挂在装备。那你的弹药、你的其他的装备，你没有办法挂在身上的时候，这其实是会造成你作战上的妨害。太阳能板被击中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它的就是可能有些碎片啊，那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有毒物质或什么，也会因此这样击中人体等等的，它会有一些不是很合用的效益。学者讲，战术架会当互官兵炸更加侪物件，不过若伫咧顶头装太阳能板，电脑无法度搁再放其他的物件。 伫国外有一种做法，就是将太阳能板装伫咧牌仔顶头。学者是认为，虽然爱鼓励学生爱有创意，也毋过指导老师也要互学生了解到理论甲实用嘅区别。记者综合报道。今仔6月7日。